摩西的哥哥亚伦并不是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，他亲眼见证了红海分开的奇迹，也亲身经历了上帝的荣耀。然而即便如此，在百姓的埋怨和不安面前，他没有让大家等候上帝，反而制造了一个看得见的神像。问题不在于那个偶像本身，而在于想要取代上帝位子的那颗心。亚伦也并不是想要除掉上帝，他只是想让神变得可以看见、可以触摸而已。然而一旦用其他东西来取代上帝，上帝就会被扭曲。一个群体的堕落总是从领导者的妥协开始的。当我们比起上帝更在意人的时候，敬拜虽然还在，但信仰却已经崩塌了。今天圣经同样向我们发问，我们是在等待上帝吗？还是说我们正在制造一些可以取代上帝的东西？